做得成，因为是上帝大愿意，要救拢总是你的人，要救拢总是你的人。耶稣听你，我嘛听你，上帝祝福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上帝祝福你。郭美芬老师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到咱这个感恩喜乐赞美操的总部，来遮吼，你这个所在设备真好吼，啊，你阁有创作这个赞美操，是真好的一个款的，哇，阁有出 CD 吼，DVD CD 请你甲大家介绍你去所安怎开始这个赞美操，啊，以后有啥物计划要哪来？发展予全民来这个跳这个赞美操。赞美操吼，到即阵差不多有3年半。我甲阮先生，阮本来是拢住美国纽泽西，因为着老退休吼，是讲要转来台湾。开始伫台湾的公园咧运动的时候，看来看去吼，台湾的运动是足济人来公。阮遮一个永庆公园吼，都有30几团呢。我感觉讲，大家吼拢干那咧运动，拢甲迄个体运动，心灵上拢无去注重的感觉。所以我有一届甲一个牧师娘伫咧讨论的是，感觉讲，咱嘛爱有一个咱属于咱台湾人所创造的一个操，因为。即摆所有的操是拢总是差不多是大陆来的，无就是外国的。我就是想讲，尤其有迄个要互人心灵的会当满足夫妻来甲因帮忙的是圣经的话上介好。对。所以我就安尼用圣经的话吼，来写做即个诗歌。诗歌写落，才去想这个运动的动作的配合。我就安尼，反正阮两个就退休转来台湾，老人也无代志，我就落去编。编了后好，我就甲录音好，到永庆公园，阮6个人开始伫遐跳。无意外讲，第一天就佫6个人来是教阮跳，全个人直直坐。阮永庆公园即摆逐赛就将近要甲100人伫咧跳。你讲上起初的是差几年前？3年半前。3年半前哇，那真紧已经3年半。发展真紧。感谢即摆有全世界的人拢知影赞美操呢。对。这感谢上帝恩典啦，全世界的吼，阮顶礼拜才去香港做1000人咧跳赞美操伫咧公园。佫请因的官员来同齐跳官员这推广推广。即马全世界台湾，阮所知影差不多有甲200团啦。台北市有超过100个人的团，有8个公。所以就安尼全台湾，所以感觉讲，互大家真正欢喜。因为咱赞美操吼，较无共款，第一就是用上帝的话，所以当互心灵安尼真正得到安慰啊。第二就是咱的音乐甲普通伫咧运动的音乐，就是流行歌，歌词就是爱呀爱，安尼较安那真好啦吼，就是各某方面毋知安怎讲所以大家我开始跳的时，人讲恁要运动着用甲遮高级的音乐，咱按这个信仰上来做这个真水的音乐，圣经的话。佫阮当咧跳的时候，因为圣经咧讲爱喜乐，爱靠主喜乐，所以阮伫咧跳，大家都哈，真正欢喜所以因为安尼吼，互真侪人来跳赞美操，心灵得到医治，病痛得到复健，佫上重要的吼，阮安尼互真侪人得到。信耶稣，信上帝，这也是阮
真正欢喜的所在。啊，这就是赞美操的真好的目的。人有时间啦，嘛有迄个骨质疏松啦，迄骨质疏松已经落落到1.2啊，负1.2哦，这样跳2年变成正1.2。哇！已经60几岁啊，这敢若新家咧吼。医生讲，你是安怎做到？伊讲，我就跳赞美操。伊讲，你哇，这赞美操真好。所以你个是的，因为咱拢早时来讲。大家伫遐，安尼有小可拍出来钱，咱即摆人有拍钱，搁伫遐娱乐，伫遐做朋友，这样大家真正欢喜，这就是赞美操，对。阮依然有遮尔济人爱，阮即摆极力伫咧推动。第一，阮要训练老师。虽然无讲足困难啦，嘛是得爱有老师徛喺头前，比较大吼，带出迄个气氛，所以阮拢真爱训练老师。所以阮即摆即个总部真正极力要来训练较济个老师。这个老师，尤其伫咧跳的人，拢差不多较中年以上啊啦，要爱出来运动，拢较中年。这个中年人妇人人较济啦，实在讲，这弟兄拢感觉讲，查某人较会当安尼咧规棍，安尼咧欢喜。跳舞敢若查某人。敢若着弟兄就敢若讲较，迄拢你查某人，其实毋是。阮先生，伊跳赞美操跳到伊本来有甲状腺癌，鼻骨开刀，转来台湾是。嘛是咧个复发就安尼，伊当然拢有伫核心咧追踪，但是到阮跳赞美操安尼，跳这3年，即马去检查讲伊的癌的指数落无。哇，确实还敢新家咧。就是讲人要运动啦，主要好。